一個人住唔等於簡單過活。忙完一日返到屋企，空間應該回應你獨有嘅節奏同氣質。呢條片就話俾你知點樣裝修先唔會將就10年，而係創造專屬你嘅風格主場。雲景位於啟德核心地段，臨海景觀，一望無際。單位實用面積903尺，3房2廳間隔，空間充足，正好配合戶主獨立又多元嘅生活節奏。戶主一個人住啦，屋企可以毫無保留咁樣去發揮佢嘅新時代品味，深色調嘅木系設計，為單位型格時尚嘅個性定調。客戶有自己嘅個人品味，但係面對裝修呢個從未接觸嘅領域，就需要一個可以共鳴嘅人，將佢嘅喜好演繹成實物。